所謂嘅抗藥性係指細菌喺基因突變之下產生頑強嘅變種，令到傳統抗生素失效。呢啲細菌本來可能係我哋體內嘅住客，例如皮膚、鼻腔入邊嘅金黃葡萄球菌，同埋腸道常見嘅大腸桿菌。而一旦衍生出抗藥性嘅惡菌版本，就後患無窮。更加可怕嘅係，細菌變惡可能比想象中快得多。哈佛大學嘅科學家特製咗一個巨型嘅培養皿，首次影低咗大腸桿菌嘅變種過程。呢個培養皿分為9格，唔單止查咗培養細菌用嘅養分，仲加有抗生素。越近中間嘅區域，抗生素劑量就越大。奶白色嘅細菌最初喺兩邊冇抗生素嘅範圍開枝散葉，直到遇到第一個屏障先至停落嚟。唔少細菌喺抗生素下陣亡。之後，一小撮細菌開始適應，突破防線，仲一發不可收拾。雖然每格抗生素嘅劑量以10倍增加，反而就刺激咗細菌愈強越強。只係用咗11日就攻陷中間1000倍劑量嘅區域，可以話係已經完全發展出抗藥性。研究人員話，自然界中適者生存，抗藥性大腸桿菌最終佔咗大多數。如果我哋繼續用藥不當或者濫用抗生素，某程度上就係幫手鍛煉細菌，令到佢哋有機會演化出抗藥性。美國疾控中心估計，2013年當地有2萬幾人因為感染呢類抗藥性細菌而死亡。到2050年，抗藥性細菌有可能取代癌症，成為頭號殺手。有線電視記者羅曉君報道。